好，老师带来的第3道呢是比较特殊的，跟这2道菜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2道是鸡肉，但是老师今天带来的是一个汤圆。老师，这汤圆里面有包东西吗？没有。芝麻、花生，就是我们像元宵一样，元宵，只是做的好小颗哦。对，这个市场应该都有在卖吧？但是通常我们看到的那个芝麻汤圆跟那个花生汤圆都比较大颗啊。对，你这个特别小颗。我这个是甜的哦，不是咸的哦，那一种的。对啊，我吃的也是啊。我们再加一点面粉，那个中筋的或高筋的都没关系。哦。我们全部倒下去没关系，你就适量这样下去倒这样子，因为它本身哦有一种湿湿的，湿湿的感觉啊。可是我们要加一点水，我们用这个水不可以直接倒下去哦，我们用一点点。我们再加一点点水哦，一点点就好，类似像这样子就好了。我们油温哦一定要140。像我都会自己先丢1颗下去试看看。还不到吗？这个我先看一下，这差不多，差不多可以，不会粘锅了。对，不会粘锅，差不多。我们都是中小火这样子，就全部把它丢下去了。所以老师这个方法非常好哈。可是这个有一个重点哦。不能太多粉。不是，不可以油温太高哦，不然它会爆炸，它会汁会那个里面的那个料会爆出来。好。对，你就看我表演一下吧。它那个等一下就是有一个动作，就是它会爆一下，这样就是好了。老师又在吓我了，我要闪远一点了，往后闪。好，其实呢，今天老师使用炸的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刚刚老师呢加了一些面粉，然后又加了一些水。很多人在煮汤圆的时候就碰到一个问题，10颗汤圆放下去可能有3颗会破掉，对不对？有煮水这样子。对，那怎么办？你如果事先，我自己就给他实验过，你如果事先用老师刚刚这个方法，放一点粉，然后一点水去抓一抓的时候它的那个裂缝真的会被这一些水啊、粉啊给吸进去，当然会补满。对，它就会把它补满了。所以当它下水煮的时候，它会胀起来嘛。但是那个裂缝呢，也同样被补满了。你就不会说10颗汤圆，本来每个人都算好要2颗，对不对？有5个人，结果后来妈妈都是吃那个汤圆水，因为你的2颗已经掉在那里面，变成皮跟汤了。对。老师，这一道菜通常都是餐厅最后一道，对吧？像我们台湾的习俗就是，圆圆满满嘛，所以我们一般不管是大宴小酌最后一道的甜点，尤其是喜宴，一定就是粉红色的汤圆，小小颗的。差不多炸，差不多像这样子，有一种，再炸下去它就会爆开了，它就会有一种那一种像那个爆米花的感觉。就像这样子，有一种，所以你要看这个油温。如果再一直炸下去，可能它这个。可是我要怎么知道里面熟了没有？里面绝对是熟的，100%。因为你的油温没有很高，但时间呢比较长。对。好。这个我们就可以把它。好，这一道一上呢，就是告诉观众朋友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即将要进入尾声了哦。再来，我们再放入那个花生粉。每次我们煮汤圆呢，都是用水煮的嘛。我们也可以像老师一样来做看看，用炸的感觉，尤其是比较冷的时候，来一点这种炸的，这个口感也不错啊。那节目呢要来做一个 happy ending 了哈。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老师，好，谢谢，也谢谢呢全球观众朋友的收看。那如果想要学什么样的料理，请到我们的官网帮我们留言。那我们会尽量请我们国内呢非常优秀的老师呢跟大家分享。我们下次见，老师，谢谢你，谢谢。